大家好，今次西塔低配攻略嚟到第18層。正如之前所講，個人覺得呢關係今次西塔最有戰略、最有趣嘅一關，點樣安排暴龍騎曉減防減攻成為成敗關鍵。隊伍就同之前嘅大致一樣，係轉翻黑鳳凰女同剎那，其他都係照舊。唯一要留意嘅係機體位置，強烈建議跟我個次序咁排。唔係第一回合會清唔晒啲小兵。我知道網上有片係一 round 過關，但前提係你啲機要夠大力。第一 round 已經打爆晒命運以外嘅防機，呢個打法低配陣就做唔到，所以我都係用翻正常打法。咁我哋開始啦。第一回合，由於用返正常打法，我哋先處理咗下面部 Impulse 先，再到右上角嘅渣古群，之後就到傳說報命運會無限回血，所以消耗晒佢3次防禦支援，就無視佢，直接擊殺 Impulse， 報傳說等樓上機體落嚟再處理。武力による戦右上我哋先用基拉打到遠啲嗰部渣古半血先，因為攻擊機嘅攻擊力未上線，單殺唔到一部渣黑。之後流星突自行到渣古群嘅頭排，配合支援殺尾2排第一部渣古，再嚟就用 map 炮清埋範圍內嘅渣古。捕まえたいけ流星無正開 MP 技上超一擊，執埋部半血渣古，再直衝落去打藍盾斧。記得要企喺照到部傳說嘅位，一陣幫手清傳說。そこをどけ外しはしない。龍騎曉喺呢個回合只需要做好減攻工作就得，減攻對象係深淵，左下邊部 destroy 同埋部傳說，減完攻企返防區就得。そこだ。
沈め。一切準備就緒之後，就擊殺部傳說。戦争法新自護美刀之後，要開回秘技，閃避一陣部 Destroy 嘅攻擊。最後3隻小兵就由潘尼洛普清埋，一路清一路向下移動，準備第2回合擊殺智慧女神號。私の邪魔をするな。終わりだ。直撃させる。少子。敵方回合，龍騎曉淨係擋冇減過攻擊力嘅機體嘅攻擊。第2回合回咗 EN 先，準備擊殺智慧女神號，先用防機或者支援機，消耗晒命運嘅3下防禦支援。當你打智慧女神嘅時候，盡量企近啲打佢，因為咁樣佢就唔可以用高出力炮射爆你部機。
やらせるか。ここでやら突破する。執埋藍盾斧先，再用龍騎曉上一次減攻，2次減防上智慧女神號度。直撃させる。やらせるものか。最後，集火部智慧女神過關。ここまでだ。そこだ。そこだ。
逃がすものか。このままでは終わらん。今日段片就到呢度，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個 channel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